你看，要按这个绿色这个箭头向左这个了，它才会把下面的那一行往上移啊。这样修改这个字的时候才不会被遮到。编辑文字啊。好，这个叫做讲道使者的秩序。你看可以按那个分享，透过二维码阅读器分享，也可以分享到 Line 啦、Line Keep 啦，放到 Firefox 偶附啦，大声朗读啦，大声朗读新增到清单啦，WiFi 快传啦，打开啦，朗读啦，翻译啦。也许翻译成外国文字诶，加到 Light 啦、Facebook 啦、Messenger Light 啦、Gmail 啦、电子邮件、简讯啦、Mega 啦哈，储存空间50G Mega 呢，50G 嘞，不是 Mega，50G， 好大的储存空间。记事本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存在记事本呢，搜寻维基百科嘞，复制到剪贴簿嘞，储存到云端硬碟。邀请好友蓝牙呢哈，还可以蓝牙传送呢哈。哎呀，档案开启然后按蓝牙传送呢哈。那两只手机彼此之间要打开，好像要打开蓝牙还是哪里会做感应，有感应才会开始传。还有 MyTube 内容真多。刚刚是分享到哪里去了？来，再操作一次，大声朗读，看看会不会读。自序。真的嘞。本书源自个人多年来的读书笔记加以整理而成，期间曾以此作为教材和诸同道研讨。承蒙前贤不弃，或认为对于初学讲道者有所裨益，坊间此类书籍颇多，然而适合讲道参考者却寥寥无几，不是偏于演讲专论，即为学术专用。盖讲道既非学术演讲，亦不能以教课态度视之。讲道的意义贵在启发人之良能。观今日有志于学讲人员日增，却苦于没有良好的范本。成为汉士，故后学不揣粗浅，编词讲义，文虽简陋，内容或有可观，还望前贤不吝赐教士幸菜博好，仅适于心意。优秀，你看，还可以按按这个播放键，长按几秒。啊，不能啊！这个不能按啊！从在人家的程式下出来的。不能按了，要独立操作那个大声朗读程式的时候才可以按。底下那个广告都出现那个 TikTok， 那是一个那叫抖音的影音频道，原来是 YouTube 的。竟然是叫做年度最受欢迎的手机程式 APP 呢，这是创作那个网络电视台的那个意思了。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影片上传，那也是有一个版面设计，是左边主要区域也比较大，然后右边小小的，也有3个，还有4个条连接，可以再连接到其他内容。然后下面呢，很多的空间都是那个小长条形的了哈，都是影片的小图示。就好像照片排列的。密密麻麻，没有党名了，就看着画面了，大概都是世界各国青年男女拍日常生活、娱乐、学习，有趣的事，好多，然后有内容有兴趣再按下去观看这样，那个叫 TikTok 了。你看操作的时候常常出现那个叫人家要安装。你看，刚刚已经有
把这个荧幕的文字呼叫出来朗读了呢。雅虎奇摩也有 APP 哦。